大家好，我係黑白之客。我今集要介紹，當不同人玩突擊步槍嘅時候，如果係超新手菜鳥玩家，就會咁樣。哎呀，哇！個對手真係世界第一啊！哎呀，點會咁啊？哇，好勁啊！點解我射唔中啊？啊啊！哇！死啦，得返一滴血咋？等我掉啊！啊！好彩用炸彈嘅。然後炸彈配突擊步槍一定最好噶啦！啊，yes，我贏咗啦！我實在太強啦，連世界第一都贏到。課金玩家吓，突擊步槍咁渣，揾迷你槍或者漆彈槍仲好啦。咁渣嘅，好渣！如果係迷你槍，我一早射中咗啦。哇，個對手好勁啊！係咁扣血啊！就嚟死啦！救命啊！好啦，都用電腦加下速啦！啊，我要學啲高手啊！呀，哎呀，好啦，課金都係課金最勁。如果課金用課金武器一早贏咗啦，突擊步槍呢把當普通玩家玩突擊步槍嘅時候，呢度有個掛機仔咁渣嘅呢個人，冇意思嘅對付咁渣嘅人。好，當高手玩家玩突擊步槍嘅時候，就一定會咁樣。而當就係咁啦，而家終結。